即马是台湾时间下晡5点正。欢迎收听《厝边隔壁》的节目。这个节目伫礼拜一到礼拜六，每一天下晡5点进行到6点。1点钟的时间会按政治、经济、教育、语言甲文化，每一个咱所关心的议题，邀请无同款的来宾，为因上专业、上棘手的话题，甲咱伫空中分享交流。厝边隔壁的节目，用上轻松的心情，找找理念同款的朋友，发挥电台盘山过岭的功能。希望按咱的节目小小的一点，会当结合出济共心的力量。厝边隔壁，小少来关怀，关怀台湾的好将来。是不会飞翔的翅膀，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。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，只是我早已经遗忘，当初怎么开始飞翔。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，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。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，但我也渐渐的遗忘。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，我一个人吃饭、旅行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、写信，自己对话谈心。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。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，我一个人吃饭、旅行，到处走走停停，也一个人看书、写信，自己对话谈心。只是心又飘到了哪里，就连自己看也看不清。我想我不仅仅是失去你。是一个人的狂。哪怕开哪自由，就会收听关怀广播电台 FM 91.1关怀广播电台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秀芳的助理顺武。今仔是这拜一的时间吼，才听到顺武的声音吼。甲前几礼拜共顺武讲过吼，这个时间吼是咱这个时间是咱本来是姚议长的时间啦吼。因为姚议长即马有一寡政治的代志去做处理啦吼，所以特别顺武来代班。
那顺武代班即个时间吼，其实压力足大诶，佮甲顶礼拜顺武讲诶吼，因为咱知影姚议长是咱民主诶前辈，嘛真侪诶经验，吼，所以伊咧讲诶物件就有内容诶，吼，嘛真高度，有迄个高度啦。所以要接即个代班即个时间吼，压力是真大诶。好，顺武一只嘛要佮甲大家佮讲一遍。不管顺武只要来电台，就爱讲1000遍、10000遍的代志，就是啥呢？就是讲国民党即个政府，吼，国民党统治咱台湾吼超过50冬，吼，但是咱正港民进党完全的执政是这3年换尔，大家想看卖啊哦。国民党咧统治的时阵，咱知影教育、政府的系统、培养的方法、司法的系统。等等的受到因真大的影响，所以即寡人的观念着即种党国思想，也是即个大中国的思想一下底啦吼。所以咱看到较早阿扁虽然有做2届总统，但是迄阵立法院上侪数阁是国民党，真侪即个行政的人员内底伊嘛是带着即种党国的思想啦。所以迄阵有一寡政府咧杀的时阵会卡关。是讲较民众会对袂起来，是原因是啥物？因为真侪人就是讲，县顶的即个政务官，也是行政院院长、部长，拢是咱民进党的即个较进步的思想，也是爱护台湾的思想。也毋过下骹的一寡执行的人，也是一寡公务人员，因为受到较早长期来党国思想，加上立法院迄上侪数迄阵的时代，所以咱知影阿扁迄阵做足侪代志做袂起来。咱民进党正港完全执政的这3年换，咱其实有真侪的改革，所以咱看会到的是啥物？咱看会到足侪军公教出来咧反弹，出来挺韩，也是真侪公务人员会退休的，也是讲较老一辈对咱民进党的执政有真侪意见。为啥物？因为因较早受到的教育，甲即摆的改革有冲突也是影响到因本来的权利。所以因就会来反对咱蔡英文总统啦，也毋管讲今仔蔡英文总统做的是对的，还是歹的，因拢袂去做理性的讨论啦。为着反对去反对啦。所以咱也受到即种为着反对甲一寡假的消息，伫网络观顶咧传咧讲的时阵，咱就感觉讲，若像蔡英文做了无好，若像无啥物改革。但是咱认真来想看卖啊，国民党这50年统治台湾，咱台湾到底行倒一条路？一个是50年的时间，在咱台湾讲，咱爱对抗中国，咱爱行出家己的路，反共抗俄的一个政府，咱会换做一这3年来翻腔走板啊！讲的是支持香港的物件，讲的是支持一个将军退休去中国的人，去来杀出来做立法委员的候选人。所以，这就是咱看袂到国民党为着要统治咱台湾，也是要甲咱台湾做伙进步的现象。所以，咱继续互咱蔡英文总统，互咱民进党的机会，一票拢毋通减。总统今仔已经抽号码啊，3号，3号蔡英文来亲德，咱互总统支持蔡英文，选区的委员，选区的委员就爱支持民进党的，无选区的这张政党票。一定爱投入咱的民进党，安尼咱到国会过半，总统阁是咱民进党的台湾，才去完全执政，继续去改革啦吼。咱即马，咱立委的即个抽号码就是即个18号的时阵才会抽的啦吼。今仔日抽的号码，咱蔡英文就是3号，3票顾台湾。今仔日罗志德就讲即句话，3票顾台湾。3票顾台湾是啥物意思呢？咱讲的总统票支持蔡英文赖清德，选举的即个选区委员分区的委员就选伫咱民进党的，迄区无民进党的，咱就选爱台湾的。比如讲，即个台中沙鹿即区，民进党就无杀人，是杀陈柏惟，咱就来支持陈柏惟。无杀人的迄区是洪慈庸，咱就支持洪慈庸。咱中华4区，咱民进党咯杀出优选的人选咱就爱选咱家己民进党的。第3票是啥呢？第3票就是政党票。咱知影政党票其实这就是一个选区的改革。较早咱咧选立委的是大选区，规个彰化县拢是共一个选区，选出真侪时的立委，
但是咱即摆改做小选区，但是要保障真侪即个政党的权利，所以咱杀出即个政党票。但是政党票你一定要过一定的趴数，你才有立委会排会起哩。所以今仔日咱也十票投互一寡较小的党，也是毋捌听过的党的时阵，伊的党也无超过一定的趴数，你即张票就等于废票。因无立委去哩，民进党嘛无，但是共款投国民党的，国民党的票够，伊就去哩。所以真侪人就真烦恼啊！国民党杀出来人选是安全名单内底，咱袂使否认的是讲，台湾内底个真侪人就爱支持国民党的，所以国民党的即个政党票有一定的比例伫遐，所以伊安全名单内底就有支持甲警察的，也是讲支持中国的人选即寡人，拢是安全名单会去哩。所以咱要安怎，互即寡人莫去哩，也是讲咱爱确保咱国会会过半，就是咱政党票一定爱投转来民进党。互民进党的趴数爱超过真多，咱才会使互咱的不分区的立委去入去以后，变做国会过半才会使。如果今仔即张票咱投小的政党，但是小的政党伊无落过迄趴数的话，安尼就是等于废票啊！所以这是真重要。3票顾台湾，总统选蔡英文，立委选选区的民进党委员，不分区就选民进党。好。就是一只顺务嘛，要讲一个真正的真大的广告。咱知影蔡英文政府是这3冬来做真侪的改革，嘛做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就是台湾的意识、台湾的主权、台湾意识、台湾共识。台湾的这个意识要安怎去建立呢？其实咱常常拢会讲到一个代志，就是讲文化，文化会影响到一个国家的走向。所以咱知影，是蔡英文做总统这个期间，咱文化部长就是一个真赞的部长，郑丽君郑部长，真侪文化界顺务是这个办真侪这个文化的活动，不管是演这个传统的戏曲，也是囡仔的活动，也是音乐会，真侪的活动当中，这寡文化的团体，拢是实顺务讲，因拢真。赞，讲咱蔡英文政府足赞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咱杀出一个对文化有认真、有咧在文化做代志的部长郑丽君部长，是遮尔侪人的，不管是较早的文建会的主委，也是即摆的文化部的部长，内底对文化这个议题做了上好的，就是郑丽君部长。伊对文化的基础的建立，咱知影讲，伊即摆通过一个。文化基本法，文化基本法，确保着文化的发展，而且对文化的团体的保存，也是传承，也是尊重这个演艺的单位的人，郑丽君部长是一个正港咧做代志，正港尊重文化的人啊！这是所有这个文化的团体在顺务讲的，因真感谢咱蔡英文总统，互遮尔好的部长替文化咧发声。咱即摆佫一个部长嘛真好，教育部拢真好。其实咱民进党拢在真侪好的部长，互伊来在咱管理啦吼。讲到文化界，咱台湾的意识要安怎建立起来？上重要就是语言啦。语言即种物件，咱用讲话，带好多记出咱家己的文化。咱300年前，咱的祖先虽然为中国过来汉人，咱带着迄阵的语言。叫做即个闽南语，闽南语因为咱时代的变化，各位听众朋友知影无？闽南语其实到了台湾以后，因为台湾的历史的关系，咱有互荷兰人统治过，互西班牙，北部西班牙，嘛有日本，嘛有即个民国38年以后，中国的人过来咱台湾来咱统治，嘛咱即马即个时代嘛包容了真侪东南亚，也是欧美国家来台湾的人，包括早期19世纪左右，迄寡欧美的人来台湾，不管是做医疗还是教育，因拢渐渐影响着咱台湾的语言的文化。所以蜕变到即马，咱讲的闽南语，其实正讲咱讲台语。台湾的语言啊，为什么？闽南语是一个为汉人，咱较早中国祖先时阵传来。闽南河洛话，到了咱台湾以后，因为受到文化的冲击，
无管的文化的冲流以后，咱变做咱在地的一个语言。虽然本是闽南语的即个本，但是咱真侪的口音，咱真侪的用词，受到文化甲历史的冲击以后，变做咱正讲的。所以咱来讲台语文、台语台湾的语言啦啊，咱知影，咱中华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园区，就是台语文创意园区啦这是咱全台湾第一个台语文的一个园区，是一个所在要策动。咱知影，咱面对着即个客家人，咱有客家电视台；咱面对原住民，咱嘛有原住民的电视台。咱即马嘛有真侪新住民来到咱台湾，咱嘛有移民署嘛办真侪，也是策动即个新住民的文化。而且咱看到蔡英文总统。嘛有即个新南下政策，其实对于新住民对于即个交流，咱嘛有真大的广泛。咱要来讲妈妈讲的话，就是妈妈有真侪国家，但是咱最终，咱一定爱知影咱台湾妈妈的语言就是台语，所以，但是咱想看卖影早期的国民党政府，也是早期的教育，咱学的拢是中国的大思想，咱袂去学咱在地的语言。咱看到即马国民党杀出来即个总统候选人，韩国瑜伊讲啥？伊讲语言咱留喺厝讲就好啊，毋是一下教。但是咱敢有想过，语言即种物件，咱也无政府会来去来策动、去推广教育，真诶是会无去诶。因为主流诶即个北京语是一个主流，咱大家讲习惯以后，咱也无一寡推广、发展，也是教育。咱家己语言真诶无去，所以这3年来，咱民进党政府塞真侪要在咱台湾的语言保留也是发展的代志。咱上知影就是即个电视台，一台台语的电视台，咱较早会看到客家人的电视台，也是看到即个原住民的电视台，就是也佫有北京话的电视台，公共电视，但是咱就是真少会使看到一个正港完全咧讲台语的一个电视台，但是咱适当即摆嘛咧作啊。顺有一工一个庄脚咧走，有一个公务人员的科长，伊就甲我讲，其实伊真感谢咱民进党政府杀即个台语的新闻啊，因为伊的妈妈是一个做田的做田人，伊较早无受过即个北京话的教育，伊电视啊存起来拢咧讲北京话，伊听无。要看即个台语新闻惊民视也是公视有报过台语新闻以外，伊就无伊就听无，就其实存甲电视台最后壁迄几台咧唱台语歌的节目安尼啊。但是迄有的台语歌的节目的内容并无讲遐尼优质，所以伊老大人免去做田啊，一厝咧休困的时阵，想要看一个伊听有的语言、听有的电视的时阵，找无。但是咱民进党政府在台语的电视台杀起来啊！哇，伊一厝一开就会使看，不管什么时阵，拢听得到台语的新闻、台语的节目，看得到其他的物件，去学到真多。这就是伊在咱感谢的所在。虽然对咱来讲，台语的新闻啊像无啥，但是对真侪老辈，也是伊的教育内底，已经知影听台语讲台语的人，这对伊来讲是真重要的。而且因为有即个电视台，咱嘛会使开互恁遐人去听，咱就会听到真侪无共款的台语的腔口，学着无共款的台语的文化，这就是台语电视台重要。好，那第二件上重要的代志是啥呢？咱民进党政府、蔡英文政府杀出一个足重要的园区，就是台语文创意园区啦。全台湾就行咱即个园区，咱知影。自咱台湾发展遮侪的时间来，咱有看到有即个眷村，针对即个民国38年、39年来，即中国来的眷村的文化园区，也是卖酒的文化的园区，也是足侪产业的园区，也是咱上常看到原住民的园区，也是一新竹苗栗，咱看到有即个客家人的园区，美容遮嘛看会到，但是咱台湾。无看过一个正港咧讲台语、说台语的即个园区啦，咱拢感觉讲
台语咱大家基本上咱台湾差不多一半人拢会晓讲台语，所以台语对咱人讲足亲近的。咱感觉若像拢无需要在用一个园区起来，有即个想法。但是咱民进党政府看到咱台语的发展，咱知影无？国外的资料研究，一个母语，咱也无在发展保留，也是教育的话，以及未来有可能即个母语就会消失啦。不管伊即摆有咧讲，还是咧无咧讲，只要咱无做即寡保留、发展等等的措施的时阵，母语后届就会无去啊。所以，咱民进党政府做一个真重要代志，全台湾第一个园区就是咱彰化县、彰化市。啊，这个园区办真侪活动，咱来甲讲吼，是毋是台语文的即种园区吼，迄办的物件拢真无聊吼，啊，无人会来。但是咱知影无，咱即个园区毋是台语文园区啊，尔是台语文创意园区，就是咱要安怎用台语发展出咱的创意，安怎来发展无共款的路。所以咱知影，这园区内底吼办真侪活动哦。有即个传统的艺术，迄个古仔灯，吼，毋是咱恁仔耍的古仔灯哦，迄种大师傅咧做的，用竹仔落去拗的古仔灯，要安怎做，要安怎画，传统的小食的历史，吼，鹿港的小食的历史，要安怎讲，也是咱台语的腔口，都无共的即个课程嘛有，而且咱嘛发展着真侪台语的即个唱歌的团体，吼，台语的合唱团，吼。台语的戏剧，用咱台湾传统的即个故事，用台语来去演的剧团，哦，啊，搁有咱台语的即个童军团，吼，拢用台语，这拢是用真侪创意，用少年人、囡仔人、大人，不管你为囡仔、吼少年的，吼，还是壮年的老岁仔，拢会使的活动，一间园区内底办。哦，这个园区嘛行了嘛超过年外啦，吼，年外这个园区，所以。咱要互即寡台语的即个成果，要互更较侪的人知影。所以即礼拜，吼，即礼拜有一个真重要的一个活动，啊，一只事务嘛爱来拍一个广告。台语下文闹猜猜，哦，锵啊，吼，这真闹热的一个活动，要互大家来看咱台语文的水较好。啊，但是毋是惊看了，即个活动。有真侪摊位，有咱这几年做台语的发展的成果伫遐，吼，有少年人、囡仔人伫遐咧表演，吼，搁台语的介绍，啊，搁互动，吼，原来用互动的方法，吼，咱少年人定迄个土石广告啦、运动等等的方法，甲台语的结合哦，哇，讲起来真趣味，啊嘛有真侪美食，吼，看了、听了，巴肚枵，搁会使食着咱传统的物件。就是即个台语园区，所以直接要邀请咱各位听众朋友吼，即礼拜六12月14号啦吼，就即礼拜六14号，透早9点到下晡2点啊，啊一倒位咧，就是咱台语文的创意园区啦。啊，台语文的创意园区一倒咧，就是伫即个中华生活美学馆的边仔啦，挂山路吼18号。哦，咱也找无，不要紧，咱手机啊吼用导航，咱就到彰化市挂山路18号，吼，透早9点到2点，是即个拜六一项吼园区内底。啊，佮真重要一个代志哦，现场的闯关吼会使有一个护照的，啊，你若累积护照以后吼，就会使摸彩啊，吼，啊摸彩摸啥物呢？大家朋友毋通想讲吼。是毋是摸一个台语的字典来找安尼哦？不止哦，有真重要的物件，有啥物呢？有即个平板电脑啊，哦，就是迄个看起来像大机的手机啊，平板电脑，啊嘛有小家电、脚踏车，吼，即寡大项的礼物，直接要互来摸彩啦，吼。所以看，会使学的，会使耍的，会使食的，会使炸转去的，就是即礼拜六透早9点到2点。吼，咱就来去台语文创意园区啦，吼，挂山路18号，吼，咱做伙来去，哦，听起来真趣味哦。咱知影学语言，毋是惊学啊尔，咱嘛使运用的，嘛使用趣味的创意的方法去运用，嘛邀请各位听众朋友，这礼拜六一定爱来参与的啦，吼。
咱讲到即个语言，其实就是要建立咱台湾的即个意识。吼，咱也知影一个语言的好，啊，一寡谚语、一寡观念以后，咱才会对咱即块土地有认同，才会介意咱即块土地。认同土地以后，咱就会付出为即块土地啦。所以咱定定咧讲一个上重要代志，咱知影汉人中华民族迄种文化，一国外来讲，即个中华民国的人，吼，不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啊，中华即个汉人，咱定定咧讲一个真重要的讲，孝顺是咱汉人特有的文化，就是咱敢有想过，咱即马真侪老辈的人来讲，啊，咱真侪少年朋友啦，吼，真歹牵架。真歹沟通，吼，无就是讲，感觉讲，因拢过家己的生活，对咱规个群体吼，看起来较无咧重视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上大的原因是教育的原因。因为咱长久以来，是咱较早的，咱讲的这50年国民党的教育内底，因的教育方针是啥？叫精英主义，就是你功课读了好，吼，啊，透过考试的方法。选出会晓读册的人去读即个台大，也是好的大学，佮直直考起嚟以后，变作精英，啊去统治人。但是伫这过程当中，伊袂去重视着讲即块土地的文化，即块土地的故事，所以咱对土地就无感情啊，咱嘛袂去甲人互动。所以咱看到较早是顺武的课本，顺武拄国中的时阵，就是阿扁做总统。迄阵读册，慢慢啊开始读台湾的文化、历史、地理。但是自我头前的阿兄哦，我的阿姊啊，因咧读册的时阵，较早读的是啥？咧读中国的历史、中国的地理、中国的文化，吼、嘛无咱即马讲的课本的中文课本内底有咱在地乡土的故事，拢无哦。事务拄好阿扁啊，迄阵做总统，即个教育的物件有调整较台湾化以后。所以慢慢啊，以后咱学的物件接近咱台湾的文化，咱爱互少年朋友知影，为家人开车到屏东、垦丁，会经过什物县市啦？吼，顺宇讲这若像真好笑哦。较早顺宇拄着真侪我家己的即个读册的学长学姐，因较早读的就甲阮阿兄甲阿姊啊读的共款的，读中国的地理、中国的历史。你问伊讲，家人啊要开车到屏东？会经过什物县市？因讲袂出来，为什物？因为因的课本根本无教济，啊，就算有教，就惊讲哦，即个台湾因蒋介石的囝蒋经国，吼啊10大建设啊，经过倒一个县市，安尼，因惊知影即个概念尔。所以咱本土的教育，毋是语言尔，嘛是对即个台湾的熟悉，吼。后壁顺武的即个学弟妹以后，因为受到咱台湾的开始的课纲的调整。都会知影讲，哦，原来家人会经过新北市、台北市、桃园、新店、苗栗、台中、彰化、云林、嘉义、台南、高雄，甲到屏东，安尼一路开落来。你也无较早的，因无读到这就毋知影，所以这是真重要。当咱知影咱台湾的地理、历史、文化以后，咱才会疼惜咱即块土地。咱知影无？咱上重要一个电视台叫公共电视，有一个内底有一个导演就有名，叫啥物名呢？伊就是咱新港人，较早嘛是咱关怀者，会姓郭。嘿，郭啥物呢？咱啊想，互大家听众朋友约看觅。即个导演吼，伊是一个摄影师，啊，伊翕足侪咱台湾海、山，吼，真侪纪录片。即个纪录片伊即马出一本20年的回顾，吼，咱拢叫伊柯导啦，柯导。最近嘛翕足侪咱中华海岸线的即个文化一只。所以，因为伊对即个土地有热爱、有熟悉以后，伊开始翕即个纪录片，去把即寡物件记录落来。记录落来以后，送互大家看着讲，哦，咱即摆的环境哪会变安尼啊？吼，咱的文化哪会消失啊？咱才会重视，有重视以后，咱才会讨论，要互咱生活变啊较好，咱才有参与即个政治。所以有真侪人咧讲啥，政治是袂使参与的吼，毋是安尼讲的。好。咱即摆要进入咱5点半吼，即个台语的即个新闻了以后，这个来讨论即件代志。总统选举再去投考啊，民进党这边是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出面代表。
关怀广播公司台语台台语新闻。关怀电台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公司台语台主播郭国珍，欢迎收听台语新闻。总统选举再去抽口啊！民进党这边是副总统候选人赖清德出面代表抽到3号，蔡文总统本人嘛表示，不管讲抽到倒一号，因拢会尽全力落去拼。另外讲到顶礼拜五，拿几个民意代表去到外交部，现场有立委出手，甲一个查某警察的帽仔线甲落落去，这条带，蔡文总统嘛讲，台东爱甲人会，就爱出来会才对。韩国瑜本人早起口仔是抽到2号，因的阵营嘛讲，这就是代表2支传分战。韩国瑜甲副手张善政2个做伙赢。本地口仔抽刷，韩国瑜有讲要接受媒体访问，每日说临时发动点，敢若甲张善政做伙唱一条家己改编的老歌尔。代表亲民党去抽口仔的是党的秘书长李鸿钧，抽到1号，伊嘛大声喊讲人民排第一。还有台湾民众党这边的党主席，就是台北市长郭文铁，去互绿党的桃园市员王浩宇公开讲，伊就是去年介绍家己的骹手，去甲韩国瑜伫咧网络顶打出方式，迄个幕后的某人。郭文铁嘛对嘴应讲，打这就是卖生牵拖厝边。中国非洲地震的情形，到今是还阁无啥较市，尤其目前嘛是有旅客会按遐有疫情的国家走马路的，若无就是用行要入关。行政院农委会陈吉仲主委就讲，旧历过年南面特别到地，但是嘛爱斟酌按中国早入境的肉品，阁有东南亚一寡国家迄边赶转来，嘛着爱大大注意。中政府进前话讲，公元2025年，就是6冬后，就要消灭4级型的肝炎。毋过经过中华县卫生局咧抓，原来40岁过的民众，阁有一半较低，拢无过验过敢有这种肝炎。而且卫生局就趁这阵啊，开始咧做第2阶段公费流行性感冒预防针，嘛迅速办理65岁过的全民免费检查4级型的肝炎这个工课。咱讲2冬前，幸福女球场有一阵负责咧共排球车、扣球这个球童发动罢工，要争取球场承认讲，甲因中间是请工，毋是冒失的关系。结果因内底有14个人，到今拢还搁咧互球场挑战，甚至讲。球场是连裁判因这球童爱倒转去上班的主管机关，嘛去法院告参落去。再去这球童就出面去到球场的总公司抗议。以上新闻由第14台公司台语台和关台电台联合制作，感谢收听。咱今摆所收听的是 FM 91.1关怀广播电台，伫中华发声，为台湾发声。好，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吼，我是秀芳的助理顺武。吼，咱拄只节目之前吼，新闻节目之前，咱有讲着讲吼，较早有一个即个歌金源即导演啦吼，伊迄真侪即个生态吼，咱中华的即个环保，也是全台湾的海岸线的即个记录吼，伊安尼记录以后，互逐个人去认同咱台湾，吼去重视咱家己生活的物件。咱才会去讨论，才会形成即个政策啊。所以咱常常咱听到讲吼，咱爱护台湾的好朋友，咱常常咧甲人咧讨论的时阵，有一寡人会讲啥物？啊，咱莫讲政治啦，吼，咱生活莫讲政治啦。但是咱知影无，啥物是政治？政治就是影响咱身躯边逐项的代志。吼，不管食的、困的、用的拢是，咱讲的语言嘛是一种政治啦。吼，所以咱爱护咱家己的环境。重视咱家己的生活，这就是一种政治。所以咱讲政治，毋是咧讲一寡人身攻击，也是咧讲无好的代志。咱讲的就是要互咱家己的生活更较好。
所以回过来，这事我要讲的一个真重要重点，咱有时阵感觉讲啊，做环保人真辛苦，也是讲咱要讨论一寡政策的物件，咱可能毋是学即个领域的物件，咱嘛无一定会使讨论的。也是要讲一寡交通的建设，讲一寡医疗的代志，咱无一定是即个专业的人，咱无一定去安尼讨论。但是咱上少会使做一项，咱会使互大家认同，嘛是一个文化台湾的意识的传承。真重要的代志是啥？就是语言啊，台语语言的即个发展、保留甲传承，就是一个真重要的物件。而且咱逐个人拢会使做即项代志。吼，咱讲到医疗，讲到交通，讲到真侪环保的议题。伊定定要有一个专业的理念伫内底，所以咱逐一个人要对咱台湾即块土地奉献，也是要爱护咱台湾即块土地上紧的方法，就是互咱家己的语言去发展落去，互咱后一代的人知影咱家己的语言是啥。顺有一段节目就讲啊，咱虽然是较早300、200几年前汉人来咱台湾传落来闽南语。但是闽南语到咱台湾以后，经过历史的变化，日本人的统治，所以有日本的文化入来，西方荷兰人的文化，佮一寡教会系统较早保留等等的，佮有即个大中国的思想的人来到台湾，等等的影响着咱本来汉人传过来闽南语以后，变到专属咱台湾的台语、台湾的母语台语啦，所以伫即个过程当中，咱要来传落去，这是真一个趣味的，后一代人才有即个共识。所以，咱有一寡，咱也互后一寡时岁讲我嘛听无，还是要落解说，袂要紧。当你也袂晓讲即个台语，还是你袂晓解说，还是讲你要互你家己的少年人对台语有兴趣，但是你找无着方法的时阵，你就来台语文创意园区才就会使啊。因为顺我拄也讲过。遮办真侪的座谈会，也是体验的课程，也是用足创意的方法去教你安怎讲台语，台语的文化是安怎来的。所以一只顺语拄则有甲大家讲过，可能无听到，一个节目后前佮讲一遍。一这礼拜六12月14号，透早9点甲下晡2点，是台语文创意园区，就是咱挂山路。彰化市挂山路18号遮，咱要举办着即届一个台语文即个艺文的强滚的一个活动啦就是讲，咱看会着，遮会使啥物呢？在台语文的教育的成果，互你看。台语文要安怎做一个文化的体验，遮嘛，互你来体验。嘛有真侪的节目，有真侪小朋友甲大朋友传来用台语文做的节目，要互大家来看。所以，直接邀请各位听众朋友。做伙来感受着台语文趣味的代志，嘛来学一个台语文，而且现场嘛传着咱真传统的小食，嘛使大家食看卖啊。小食嘛是一种文化嘛有传咱即个闯关的活动会使换即个摸彩品，有即个平板电脑脚踏车即个小的家电等等的物件来互你摸。所以这礼拜六。咱大家小少来去台语文创意园区，会使学物件，会使体验物件，会使食物件，搁使带转去。这就是台语文趣味的所在。邀请各位听众朋友来。所以咱讲到后壁，台语文，咱也知咱后一代教好即个台湾的语言以后，伊慢慢感觉这语言的趣味、文化是安怎来？即句话有啥物安尼讲？即句话甲咱地方在地的关系是啥时阵？囡仔人上定就会问啥物？会讲为虾米？为虾米？咱为细汉足侪囡仔人拢会你讲为虾米？为虾米？为虾米这会安尼？为虾米安尼？其实这就是一种启发。当你的囡仔会问你为虾米的时阵，咱就爱找出答案互伊，也是教伊安怎找出答案。伊找出答案，知影对这物件就有兴趣，有兴趣伊就会去教伊。所以，咱互囡仔人去学着台语文，学着咱的母语以后，伊就会问讲为虾米这安尼讲？为什么落地啊？有人讲落地啊，有人讲痛柜啊？为什么加刀？有人会讲加链？为什么有人讲即个身材嘛讲身水？
吼，因为无共款的口音，无共款的文化，恁仔人就感觉有真趣味啊。认为即个找为虾米个过程当中，找着地方的文化，去熟悉着地方，去爱护人的地方，介意着咱即个土地以后，伊就会重视，要安怎会变得更较好，要甲更较好，就会去讨论着谁在咱统治，谁来在影响咱，就会对政治的参与的兴趣，嘛会去感觉着讲一个政治甲一个生活的重要，带互咱即个国家慢慢啊去进步。所以一个语言的即个发展，甲地方的发展，甲生活的较好，是其实拢有关系一遮啦。所以咱看到真侪新闻啊，爱好咱讲着讲爱好语言了解以后，爱好咱家己的地方以后，咱就开始看到环境的好甲毋好。咱知影顶礼拜台湾有一个真大较早的新闻出来啊，就是即个落水溪会沙石的代志。咱知影。韩国有即个总统，伊的后，伊的即个因某的即个娘家即边，较早就是即个落水溪，即个沙石仔的即个家族啊，吼，趁真侪钱。咱知影，咱较早国中有学过，即个河的中仔的沙啊，去用抽了以后，就会为边仔堤防放落来，因为即个河吼有一个自然生态孕育能力。你若倒去沙无，伊慢慢就是爱在迄沙水咧冲，就是爱在沙补转去，就为边仔的堤防安尼补落来。所以咱看得到迄种高速公路的桥墩拢走出来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伊在沙抽掉以后，沙要补，就会掏空边仔的堤防，也是桥梁啊。真侪较早一寡乌道，吼，也是对地方无好的人，因会有钱。也是讲咱台湾可能较早国民党咧买票，咱拢想无伊钱安怎来，有真侪拢甲这沙石啊有关系。所以一只落水溪在咱破坏以后，咱落水溪就是咱台湾的母亲，咱知影伊真侪台湾的文化，咱中华的偏远有真侪发展拢甲落水溪有关系。所以咱看到这政治人物一只，因这个家族为着要趁钱，就是乌沙石。但是去即个中央政府管的时阵，伊就叫伊的囝婿去选立委，用立委的即个权去影响着这河川的即个政策，去帮因的家族做路，互因乌山，互因去变通。较早迄个时代，立委去缀即个政府去动啦。咱即摆无法度啊，咱即摆因为民进党的执政，拢是一个法治、法律的一个社会啦，所以咱要看到一个韩国瑜。做一个新北市的立委的时阵，招来即个分林彰化咧缀沙石仔的代志。所以你想看卖啊，国民党即摆杀出来的立委吴思怀，一个国军退休的将军，走去中国甲人咧交流，讲中国人的军队就是咱的军队的时阵，伊也一立法院，伊的影响力是安怎？伊是毋是会叫国防部把相关的机密的资料摕出来讨论？也是机密的会议的资料袂使炸出去，伊偷偷去甲中国讲，会影响到咱台湾。咱拢感觉若像无啥物，但是咱以韩国瑜较早咧做立委的时阵，安尼影响着咱母亲、咱落水溪的沙石的时阵，咱就知影这影响力有偌大啦。所以政治吼，毋是画画尔，选了就无代志，咱会影响着咱后世人、后代囡仔甲台湾的政策。所以咱咧投票的时阵，爱想好清另后面的代志，就是一只。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因为顺武的这个体验就是讲，咱知影真侪民众听着政治就感觉真讨厌，感觉政治真垃圾。但是咱敢有想过，政治就是咱的生活，咱所有的代志拢甲政治有关系。伫这个传统的政治学和政治学内底讲，是讲政治就是管理咱全部人的方法叫政治。但是其实讲一个政治就是利益的分配、资源的分配啦，安怎把资源互对的人做对的代志，大家就过了好，这就是好的政治。但是以后若这个资源家己接起来，家己乌洗去，这政治就是影响着咱台湾的权利。所以咱即届的选举，其实讲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哦，咱要好做一个好的选择、好的政治。咱拢会讨厌真侪爱做戏的政治人物，就看到这几天的消息，一个国民党的金门的立委
去外交部咧抗议，人嘛无要互伊落去，因硬要落去的时阵，用手去捏着即个门，乌青啊兄，就走去台东的病院内底，倒位兄，边腔用即个送即个氧气管，倒位兄像家己要转去共款的，安尼在作秀做新闻啦。所以咱少年家嘛真趣味哦，伫即网络内底嘛做足侪高水的图，就是讲家己手去捏着以后，是毋是爱走去急诊室？等等的消息拢有。所以咱看到，咱若做歹的选择，咱就会选出歹的政治人物，无好的政治人物，作秀的政治人物，影响咱生活的政治人物。所以政治，咱拢讲歹插政治，其实咱的选择，咱的态度，就会影响到人的环境，影响咱家己的生活，一只甲大家做一个交流。所以足重要的，真侪代志咱看了笑笑啊，讲国民党的委员遐遮白痴，但是咱有想过无？是毋是讲是伊的选区的即寡民众，竟然是会支持安尼的人？所以咱台湾的法治的教育。人权的教育、民主的素养，咱爱慢慢培养。咱无法度影响别人，咱互咱家己开始。所以顺武特别要讲一个真重要，不管今仔报纸，还是新闻媒体，还是咱手机看到什么的消息，咱要做一个足重要的代志，叫做查证，就是爱查好清楚，是毋是有安尼的代志发生。台湾就是因为民主自由的关系。所以真侪中国的即个网络会用即个空芳，才假的消息传入来。咱知影美国人咧选顶届美国总统的时阵，嘛真侪假的消息是因内底咧传。所以咱台湾因为民主化，其实咱民主化足紧的，是咱较早的前辈，安尼在咱争取以后，咱台湾快速的进入民主化的时阵，咱家己的素养，咱嘛爱来培养。咱爱开始来体谅，就是讲，咱得到自由甲民主的时阵，咱对于人的法治、人权，搁有对其他人的社会的概念，咱爱慢慢培养。即个培养，除了家庭的教育甲家己先天的思想以外，上重要就是学的教育。师傅一段的节目有讲到，我的阿姊阿兄较早读的拢是大中国的课本，到我才开始读台湾的课本。这就影响到阮对于国家的环境、地理甲历史的观念，这是真重要的。有真侪咱台湾即摆中生代民进党的政治人物，因拢讲到真侪足重要的代志。较早因是国中甲高中的时阵，因为读的册拢是咧讲大中国的思想，所以伊认为中国足好的，国民党足好的。但是因读到大学的时阵，去图书馆。也是因大学的社团熟悉了真侪人以后，开始看到无共款的册、无共款的历史，看到无共款的资料以后，才开始对于咱即个土地爱好，才出来开始做政治人物，也是参与咱公共的代志。所以教育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咱毋通互咱家己的即个后辈是到了以后出社会，到大学。知影讲原来咱较早看的拢是假，所以咱为教育，咱就爱开始慢慢去来铺陈。所以有真侪的建设甲资源，就爱为教育开始讲。所以顺武一超想要讲到这呢，因为我家己的头家就是黄秀芳，秀芳委员这3年外办真侪文化的活动，但是佫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大家听众朋友可能毋知。秀芳委员其实伊是环保、卫生、社会福利的委员会，主要管的是即个卫生部、卫生福利部、环保署、劳动部的议题为主。但是秀芳委员这3年外对中华的建设，毋是惊环保、医疗、劳工尔哦，咱看到交通的伊嘛会去，做水的排水伊嘛去争取，自来水的代志嘛去解决，有真侪无共款的建设，伊拢会落去。佫一个足重要的建设，即个建设应该是属于教育文化委员会，但是秀芳委员争取了真侪。中华花坛分园的国中、国校佫有高中，
拢有这3年外，秀峰委员哦，争取到钱，将近要2亿啊，将近要2亿的钱。无管是下下的操场、运动的所在，也是即个风雨球场，也是图书馆的看册的空间，也是警卫室，也是校门，也是要去读册的即路上的建设，也是活动中心，也是读册的空间、教室的建设，硬体等等的，秀峰委员拢在争取啊。因为委员有一个真重要，秀峰委员一个真重要概念就是教育即个代志袂使等的。咱除了互老师、学生食好诶、读好诶，即个课本以外，咱嘛爱互伊诶环境、读册环境是安全诶、优质诶，到到培养出正港，对咱台湾未来足重要。即寡建设咱看无，为啥物看无？伊甲做迄个下水道共款诶。咱平常时咱一厝诶，也是咱开车一路内底。咱看袂到，原来这学校内底图书馆用了偌好，学校内底建设地动的物件换掉啊，互大家平安伫内底读册。即寡建设是咱看无的，但是只要咱有囡仔，无管大汉细汉的，拢用会着即寡建设。这就是3年外来秀峰委员去争取的，因为认为教育最重要。教育毋是家庭的教育尔，学校的教育。嘛影响到咱全部的人对于台湾的意识啦，所以顺主一则要做一个今仔日甲大家开讲的结论，就是讲，咱受到较早大中国的思想，有真侪人认为咱台湾就是爱甲统一，也是大中国思想带发展。但是咱台湾因为历史的关系，咱有真侪发展起来的即个厚度一江。咱大家人虽然毋是拢是医生，也是交通的人，但是咱要互后代，也是咱要互咱大家身边的人去建立一个台湾的意识的时阵，上简单的做法就是咱有共同的文化，台语文会学甲发展。了以后，因为伊学着台语甲台语文，伊开始会感觉要问讲，为虾米安尼的时阵会去熟悉着咱家己的土地的文化，家己土地的建设。然后会发现讲，要安怎家己的生活更较好，所以开始讨论，开始会去关心着政治。咱就会政治选着好的政治人物来在咱管理以后，咱就会过着好的生活。这就是一个好的政治传承。但是安尼阁无够，咱嘛爱互咱的小朋友、大朋友为平常时的教育、家庭的教育好以外，嘛爱伊为学校的教育好，学校。除了咱课本的即款物件景的资料以外，咱嘛爱互伊的环境好，所以咱争取钱，国中、国校啊、幼稚园也是大学，咱互伊经费的建设一悬顶，建设就好，读册环境好，读册无烦恼，读了就会好，读了就好，就有好的思想，咱就开始来影响咱台湾行了更较好的路，这就是。咱好的政治人物咧做，即寡物件就是秀峰委员平常时咧甲阮讲的。咱政治其实一点仔拢袂垃圾，嘛一点仔拢无难，只是咱要做毋做，咱要行对的路，还是毋行对的路。一只嘛要足诚恳的，在咱的乡亲讲，即一届的选举，不只是总统想去做，虽然咱即摆看起来蔡英文的声势真好。但是咱知影其实咱台湾的本质较偏蓝。台湾的本质因为教育的关系，真侪较大中国思想。即摆一家站有一个党，其实咱大家拢毋知，即个党叫啥物？叫做反对蔡英文的党。伊支持韩国瑜的原因，毋是讲韩国瑜偌厉害，伊一心一意就是要甲蔡英文溜落来。原因是啥？因为蔡英文总统这几年做的改革，改变咱台湾人、台湾的心态，互台湾更较好。但是有一寡人的权利受到影响以后，伊认为只要蔡英文落台，韩国瑜起哩，即寡制度改革的物件就会变转来，伊的权利就袂影响。所以咱爱确保即个代志发生，所以咱逐张票拢爱转出去，毋通迄天无去转票，逐个拢爱转出去，而且爱转落着3号。蔡英文、赖清德才转落去，咱区域的立委嘛真重要。
无分区的政党票嘛真重要。区域立委，咱家己讲咱中华，因咱关怀电台就是咱中华上大的台语文的电台。有一个真重要的代志，咱爱互咱中华人继续骄傲的徛出去。你想看卖啊？金门的人选出一个陈玉珍的即个立委，走去教育部手去提着安尼，就倒咧病房，倒咧急诊室，互咱全台湾人去笑。你感觉金门人出去敢会骄傲？应该讲我选一个爱演的，手一个受伤就若要翘起的立委吗？因会安尼想着无？所以咱爱做一个骄傲的中华人。咱中华有真侪好的资源，但是咱爱骄傲讲，你看，阮中华选出来拢是专业的立委。专职的立委，不管是洪宗义、陈淑月、陈秀宝，而且阮黄秀芳委员，拢是专职的立委、专职的民意代表。假使讲，咱今仔选的是一个有前科、杀过警察、卖过毒、食过毒、家族真有钱，但电视台垄断的即个家族的人，咱敢好骄傲的徛出去，人讲。咱是一个骄傲的中华人，选拢选上好的人出来，咱讲袂出来。所以，咱爱继续做一个骄傲的中华人，咱爱选出好的立委来代表咱中华，这是真重要的哦。咱毋通互笑讲，咱甲台中共款的，讲着台中海线就想着迄肉粽羹，迄是一种咧笑台中人的讲法。咱中华人爱选出好的人。大概今仔日甲听众朋友开讲一只，嘛希望后摆佫有机会。好，感谢大家。